叫拜饭年吗？我今年13岁，我家住在那边。早上，我和我的姐姐骑摩托车上学，我非常喜欢上学。下午下课后，我还要去放牛。我的理想医生扎西德勒。好，他叫巴桑尼嘛，他现在家里在这里边，他说是那里，现在这里有点没人，在他家里有爸爸妈妈也有，然后他现在13岁，他那个6岁7岁时他这样他们家里跑的话，然后跑完了下面有木桶。他没有木桶的话，他这里眼睛就是那里，他现在他这里的眼睛右边这点没看见过，在他们家里什么那个他搬家之前搬家很久不好，现在他这里我学校来的话3、4年，他这么的是那样的。在刚刚他说的是真的是那个那样的好，谢谢。